斯路克04完成任務，第5次成為德國杯得主，攞到來繼歐霸杯嘅參賽資格。隊長紐亞極有可能係最後一次為球隊上陣，亦都留低咗最美好嘅回憶。無線電視記者劉宇秋報道。日本職業足球聯賽以大阪區繼續喺主場贏新潟天鵝2-1。男3嘅大阪區繼續由巴西外援亞祖安來上半場先開紀錄。